我係黃 Sir，今日教你幾粒字，你經常撈亂。They 係佢哋 subject， them 係 object， 動詞後叫 object。they 係他們的，擺名詞前。there 係嗰度有。可以跟數到名詞，可以跟數唔到名詞。Theirs 係第四排嘅的，台面上嘅書係佢哋嘅，有兩個表達方法。第四排的任擺，或者this、that、these 同埋 those。單數近用 this， 嗰個單數呢一度近嘅眾數係 these， 要跟眾數動詞。遠嘅那些，they、them、their 差唔多音㗎咋。they、them、their、theirs、their、this、that， 單數、眾數。this、that、these、those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抄低呢13句同埋上邊嘅字，跟住自己創作13句，跟我呢個要求13句，加油！